今日有2首诗歌，第一首咱较熟，第二首咱较无熟。咱先对较熟的161首来练习。161首，耶稣宝贵的名，做我心神性命。我主耶稣，听你心极欢喜。世间无名通比，万米袂中我意。我主耶稣，我希望咱会当摕你以后头前的谱起来看吼，会较清楚。咱来唱第1节。来，耶稣宝贵的名，做我心神性命。我做耶稣，听你心极欢喜。世间无名通比，万米袂中我意。我主耶稣，搁一摆。耶稣宝贵的名，做我心神性命。我主耶稣，听你心极欢喜。世间无名通比，万米袂中我意。我主耶稣。第2首的诗歌，圣诗401首，完全灵上帝401首。咱请摕你头前的谱，我要甲大家小可解说一下。咱即个歌谱内底，看圣诗，因为头前你袂清楚吼。伊总共有4个谱表，咱会将第一谱表、第2谱表会伫咧第3谱表、第4谱表做一个循环，所以伊连续唱2摆意思。咱若会晓唱另外一部，会当伫咧第3谱表、第4谱表再搁甲唱出来。咱来看伊的歌词：完全灵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赐平安，完全平安，坚信勇敢度万难，仰目仰望主的面，享受恩典永无尽。完全灵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完全灵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赐平安，完全平安，坚信勇敢度万难，仰望主的面，享受恩典永无尽。完全灵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搁一摆，完全灵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赐平安，完全平安，坚信勇敢度万难，仰望主的面，享受恩典永无离。完全灵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咱三甲祈祷，非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甲众兄弟来敬拜你，独
只有你会当牵着阮的敬拜，阮将所有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圣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开始唱歌来敬拜咱的上帝。我的生命所在拢是美好路，我的家的好路，我的家的好路，我的生命所在拢是美好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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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互咱搁经过平安的一礼拜，咱会当将这个时间来分别做成，会当组织做一会来敬拜伊。无论咱坐伫遮，还是即马有人坐伫手机仔面前咧看教会直播，大家敢知影教会下礼拜有直播？哦，知影人举手？啊，伤少啊，可能无法度来到教会，但是不要紧，你会当看手机仔的直播。无论咱坐伫遮，咱坐伫手机仔面头前，咱拢会当来做伙来敬拜主。我要邀请咱大家等下会当徛起来哦。这首诗歌有动作，记得的举手，啊不记得来手招啊。我伫遮底，哪会无招啊？手招啊！我伫遮底学乐，我伫遐底学乐，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哒哒哒，好，然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50间吗？啦啦啦啦啦啦，然后另外一边啦啦啦啦啦啦，然后2只手，啦，咱做伙徛起来，咱用咱的身躯，用咱的歌声来敬拜主。我伫遮底学乐，我伫遮底学乐，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哒哒哒，我伫遮底学乐，我伫遮底学乐，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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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对头个来唱。我伫遮底学乐，我伫遮底学乐，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我伫遮底学乐，我伫遮底学乐，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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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的学乐，我的家的学乐，我的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我的家的学乐，我的家的学乐，我的什么所在拢是要学乐。你是我的兄弟。世間渺無白的天橋，
就拄起早前一切无常，多多来侍奉耶和华。伊是大伊兄弟，伊是大伊兄弟，世界比无拜的亲求。伊是大伊兄弟。圣经内底讲，各伫别个并无拯救，因为伫天下无想述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踮伫伊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伫咱即礼拜中间，我毋知有人甲我同款无？每一工足无闲，无闲囡仔，无闲工作，无闲足侪代志，无闲，突然发现讲啊，我哪像袂记咧倚靠上帝啊？咱每一工是倚靠家己较济，还是倚靠上帝较济？求上帝帮助咱，当咱搁继续唱四首诗歌的时阵，咱来甲主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搁较敬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诚心实意来侍奉你。主啊，你是我生命中的独一上帝，除你以外无别的拯救。咱搁对头来唱。恁着爱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来侍奉伊，就拄起早前一切无常，多多来侍奉耶和华。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界有无拜的亲求。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界有无拜的亲求。恁着爱，恁着爱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来侍奉伊，就拄起早前一切无常，多多来侍奉耶和华。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界别无拜的亲求。伊是独一上帝，伊是独一上帝，世界别无拜的亲求。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空听主的声。静静听，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无者啉伫我的声，伊是我无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伊是我无者生命的主宰，伊的有力伊的声。主啊，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甲阮每一个人讲话。可能伫诗歌中间，伫圣经在中间，
伫牧师的讲道中间，主啊，求你甲阮每一个人讲话，阮想要听你的声。你是大牧者，是阮每一个人性命的主宰。我一生只想要听主的声。咱搁继续唱的时阵，咱会讲用祈祷的心，搁来唱一届。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通听主的声。静静听，伊要静静听，我的牧者认知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会有灵伫的声。咱搁对头来唱，静静听。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会有灵伫的声。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会有灵伫的声。请起立。求会得到，找会找到，拍门会甲恁开。因为求的就得到，找的就找到，拍门的就甲因开。这是咱同心用启仰文。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地者得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地。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圣道相通，做赦免，立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同心来祈祷。全人类的主，阮的天父，伫你的主爱面前，阮永远是你的囝儿，需要你的扶持甲指导、安慰甲栽培。阮感谢你，互阮有家庭的温暖，甲教会的教育，伫主的内面，阁有圣神的团契。为着你的圣囝，阮的主耶稣基督，捌降生伫地上，成做圣婴，赏赐人类有无比的愿望，将人的价值提悬，为着世间的人的罪，阮的主捌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阮倚靠伊的拯救的救恩。主耶稣当时捌接纳世囝，伊祝福因讲：恁若无活倒转，亲像囡仔，决断袂当入天国。主啊，阮即时就讲你，求你接纳阮，祝福阮，互阮会当保守清洁纯真的心，亲像放荡囝活倒转来到爸的斗的面前。求你互阮对当以后，永远会诚做欢喜服侍敬拜你的囝儿。佮求主赐福全世界，拢通得到主的恩惠甲照顾，互阮会当亲像细汉囡仔，逐时伫主的耶稣的面前。智慧甲能月，你若加听阮，上帝甲人也免哪听阮。愿阮每一个人伫教会教育的内底，互阮无论是做教导的，也是迄个受教的，阮无一个人欠缺，阮拢伫即中间，人人互使来尽力。阮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启应文第65篇，咱做伙来启应。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一个天，一个地已经过去，太高。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就降落来。亲像新娘装下好势，在摇子中舞。我阁听见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看，上帝会舞伫人中间。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因要做伊的子民。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要拭去因目睭拢总的目屎。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痛疼。因为这个代志已经过去。后来坐伫宝座迄位的讲：看，我将万民拢换新。伊阁讲，要写起来，因为这话真实可靠。我阁甲因讲，伊阁甲阮讲，完成了。我是按法教你讲，开始到结束。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得胜的人会成就这个。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囝儿。只是汉诗由主力学，因要所恨的是敬拜的作客。
咱多谢主了后生的献诗，一生听你，一生敬拜你，荣耀你，奉献你，一生共对主。何等恩典，你的阳光，你的冕娘，做阮的冠冕。我的心，我的嘴，要学了你。咱只是今仔日圣经马太福音书14章22节到33节，咱做伙来看圣经。伊虽是逼学生上船，大先过去迄边，听候伊四散众人。四散众人了后，就家己上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踮遐。迄时船伫海中，互影摇拽，因为是对头风。明是圣经耶稣对海面行，就讲因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就生惊讲是怪物。已经因为惊，就后叫耶稣人边甲因讲话，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应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讲你。伊讲来，彼得就对船里落去，行水面，就讲耶稣。第30节，总是看见风就惊，伫要沉落去，就后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从伊手牵伊，讲：小心的人啊，啥事交疑？伊上船，风就停。船里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献诗，咱课照天使班所要来甲咱献的诗歌是坐来学乐。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够早，平安。感谢主吼，恁长期伫咧祈祷，伫咧奉献，甚至来做志工，陪伴咱遮个天使，咱的囡仔。伫咧世间用电脑选涂豆，所选的拢是爱 QQ 大大，搁真好食。咱遮个囡仔是上帝所拣选的，选出来是一般人看起来敢若普普无偌好食，但是电脑选出来土豆食咧都无去。上帝选出来遮个囡仔，当你家浇灌的时阵，遮个囡仔辛苦所成长出来的成果。就是恁用爱心甲陪伴浇灌出来，存到永远。伫即个遮代替遮个囡仔，代替遮个囡仔，甲咱说多谢。感谢主吼，咱的老师会用心伫咧每一遍会上课的时传祈祷，传一摆上帝，传学乐。久久一遍，因会伫即个遮献诗。头拄则咱遮个囡仔伫咧后壁一个哭，伊讲。人我拢有来做入学呢，今仔日互献诗我拢无分着。我讲，后摆你甲老师讲吼，第一场你嘛当去，第二场嘛当去。真侪人咱伫做入学，咱会看到囡仔若要献诗就无要来，但是咱的囡仔真认同即个过程。感谢主，遮个囡仔有福气。咱是毋是感谢来拍拍我互上帝，嘛甲伊鼓励好，起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
的心献给他，让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赞美他，让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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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上帝的恩典，咱看到每一个囡仔要伫咧因兜做迄个盐，做迄个光。咱课少班的囡仔，咱看到因遮尔啊古锥，伫咧因的生命细细的内底，因拢有耶稣基督的疼，上帝的疼，甲因三角伫地，也甲因的家庭三角伫地。咱即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咱今仔日咱的金句是伫咧马太福音书14章31节到32节。咱伫周报的下底，咱有今日的金句，咱做伙来共读。咱先用台语，咱来读一解。咱做伙三个来。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心的人正是摇疑，因上船风就定。华语，耶稣立刻伸手接拉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一上船，风就停了。咱这时由妇女团体要来学老，妇女团体所要学老的诗歌是《亲爱的天父》。
免惊，救主永远甲咱相同行。今仔日林家宏牧师所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信心甲交易。信心甲交易，咱将以下的时间交互林牧师。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总会中会教育宗教教育奉献主日感谢咱的小会有接纳交换讲台特别讲到这个真奇怪的名称宗教教育奉献主日。其实原来叫做主日学奉献主日，因为咱正做基督徒，毋是出世就会晓做基督徒，是经过真济宗教训练。特别咱伫教会生活时阵，咱真注重主日学。不过，当你主日学毕业了后，差不多伫咱的宗教教育，也是圣经的教育，差不多拢无继续。除非你有参加少年团体、青年团体。后来，若是做兵，也是成家立业，继续伫教会出入。上济是经过这个主日礼拜，继续这个宗教教育。总是呢，咱有发现，做一个基督徒是一生信仰的工作。所以，咱若无注重宗教教育，有可能咱的信仰会浮浮沉沉。所以后来总会看到这项要紧的事，所以就将这个今仔日主日学奉献主日改做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望每一个教会的正信徒，若讲到宗教教育，毋是只有讲到主日学，若是较正统的教会，因除了有儿童的主日学，还有少年的主日学、成人的主日学。换一句话讲呢，宗教教育是咧讲全人，意思是讲呢，当你开始正做基督徒迄个时阵，你就开始咧学习什么货？宗教教育。当然，宗教教育以后，咱会使请咱的教会请北神这学教育的教授，也是总会这干事来甲咱讲。所以今仔日牧师伫这个所在，重点毋是要放伫迄个所在，是要互咱知。宗教教育对咱来讲真重要，因为迄个目标就是要互咱基督徒对这个变做行动的基督徒。牧师佫重讲一遍，基督徒是要互恁对这个变做行动的基督徒，因为呢，信仰无法度互人了解，只有透过你的行动来表明你所信的内涵，甲你的上帝。好，亲像今仔日咱已经有看到两团。这个青少年的朋友，无论是咱的主日学，还是咱的克服的天使，咱看到有感动无？感动了后咧，你有要继续参与这种的事工无？所以你若有感动，就要将这种的感动变做行动。亲爱兄弟姊妹，咱若看到正做一个基督徒，伫咱现处时的生活中间。咱有真济时代潮头，一直咧变化，一直咧变化。拄仔咱的王牧师伫中华教会，嘛有提起这个真要紧。所有的社会社团拢咧教育因的人甲因的社员。咱的教会正做一个信仰的团体，咱嘛是咧教育。总是咱伫教育的中间，是毋是有真正吸收到伫教会内底所有这种的宗教教育？王牧师伫阮的讲台来讲，其实真了然，因为咱伫教会内底所学到的物件呢，好亲像互世俗化物件，甲即个宗教教育物件呢，全部缀落去。要什么时阵看到？就是每一遍的即个中一个选举，咱就看甲明。虽然咱逐礼拜半工伫教会参加主日礼拜。总是毕竟主日礼拜教育的时间无长，接下来你要怎样伫逐日的灵修的生活，对圣经、对祈祷、对见证，这种真简单的这种的信仰的功课，有咧操练无？有的人，哎呀，牧师祈祷我阁会晓，圣经嘛看有，见证有时阵三不五时啊呢，带人来做礼拜，我拢有。总是亲爱兄弟姊妹，这安尼基督徒有够野无？真正无够野，所以有一天，当咱互上帝吊起伫伊面前的时阵，
当上帝将咱的一生，好亲像咱的投影安尼，真紧对你一生安尼瞟一个，互你看了的时阵，你是欢喜讲阿门，我要入天堂，还是讲啊嗨啊，我是有罪的人？所以，亲爱的姊妹，咱只有伫讲话讲台的时阵，才有法度听到真无共款的讲道。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用咱真实的经文，佮要一遍唤起咱对这个基督徒，成做一个行动的基督徒。伫行动的中间，咱有真侪疑问。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题目叫做信心甲犹疑。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咱的圣经。当耶稣作声5块饼2尾鱼5,000人食饱了后，约翰福音段6章15节讲。众人要来爱硬掠伊，互伊做王。安尼，耶稣逼学生上船，先到加利利海的对岸等伊。等到叫众人四散了后，耶稣特地上山祈祷。亲爱兄弟姊妹，这段经文是一个真好的启示。当人对你哪来哪侪期待时，你就哪需要祈祷。当耶稣祈祷完来找学生。无拍算学生坐船伫海中央的时，拄着大风涌，佮看见耶稣对海面上行来，掠做是鬼怪，就切惊大叫。27节，学生耶稣对学生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这个时阵，彼得好奇热噗噗对主讲：“主啊，若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滚你。”但29节，耶稣讲：“来。”安尼，彼得就落船去，想要伫水面行到耶稣遐，总是风一个吹，彼得就惊，就要沉落去。迄个时阵，彼得大声叫讲：“主啊，叫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对伊讲：“小信的人，啥事犹疑？”等耶稣上船了后，圣经讲，风就停，船里的人拢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但这段故事，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借着教会宗教教育的这个要紧的时刻，咱要伫遮来学几项信仰的功课。第一项，咱有需要的时，耶稣会来找咱。亲爱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上大的安慰，就是咱有需要、困难以及人生拄着风涌的时，咱的主耶稣会来找咱，会来帮助咱。这个通讲是咱信主一个真要紧的确信。有真侪基督徒信主久久，总是当伊拄着困难的时，拄着人生风暴的时，伊袂记得来找耶稣。但人类的困难，有时阵通克服外在困苦，亲像一年的造瓦豆，虽然一年365天、322天拢咧落雨。总是人游玩通伫迄个所在活落去，还是前苏联东部地区有一个镇，虽然因的温度上低通到零下64度，总是人游玩会使伫迄个所在来生活。也是伫南极地区，因的风力每秒达到时速320公里，会使甲人物件吹走去。总是人游玩通伫迄个所在来生活。所以若讲到人的困难，咱会使克服外在困苦，总是若是要克服人内心的困苦，就毋是遐尼简单。但海明威伫1952年写一本《老人与海》这本小说，内容讲到一个叫做圣地亚哥的古巴人，伊为着要证明家己也有困难掠鱼，伊就出海掠鱼。80日了后，伊真正钓到一尾大尾鱼。总是故事的结局讲。虽然老人战赢这只大只鱼，总是当伊把这只大只鱼拖倒来伫港口时，无拍算这只大只鱼已经伫倒来半中途，互海里其他鱼仔食甲剩一副鱼仔骨头。所以海明威的小说，伊用这个譬喻暗中来考试人生，就是讲，即使你战赢，你犹原是一个失败者。但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确实亲像大海一样，就是你钓到真侪大只鱼，总是最后只有剩鱼仔骨头。
而且你犹豫，你随时搁爱准备甲风险、甲困难车拼一场。所以今日咱所读的经文，互咱得到真大的安慰，就是咱的人生会有风险，总是咱的主耶稣无离开咱，伊会主动来找咱，伊会透过各种无共款的方式来帮助你，来扶持你。但伫犹太人的塔勒姆这本的法典中间，甲一个查甫人的一生分做7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岁，伊是国王，大家服侍伊，甲伊当作是国王宝贝。但第二个阶段是2岁，是猪仔，因为伊开始会伫涂骹顶面爬来爬去，摔来摔去。第三个阶段是10岁，是羊仔，因为伊欢欢喜喜走来走去。第四个阶段是18岁，是马，因为伊已经大汉，渐渐显出气力。第5个阶段是结婚了后，伊是驴仔，因为伊爱担当家庭的重担，行了真慢，有时阵是摆骹在行。但第6个阶段是中年，是狗，因为伊为着要饲某囝，工作爱忍气吞声，也是为着家庭不得不爱头家摇尾啊，表示好的关系。第7个阶段是老年，是狗，不管行为举止哪来哪成忍耐幼熟，总是无人会插你。这7个阶段就是犹太人塔勒姆法典内底所讲听起来真做咱查甫人有一点点悲哀。不过虽然这是查甫人伫因的法典的中间所规划7个阶段，总是呢，这7个阶段嘛有可能就是咱信仰功课的开始。当你渐渐体会到人生无共款的阶段的辛苦的时，为什么你无爱来找耶稣，恳求主耶稣的帮助？咱有真侪时阵，拢是靠家己。虽然咱真做基督徒，嘴无讲，总是当你拄着困难的时，到底你是找什么人？但旧约圣经撒母耳上卷30章有记载大卫王一段真悲伤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当大卫带领伊的部下离开西格拉城的时，亚玛力人趁机会攻城。所以当大卫王到来的时阵，伊发现伊的城已经受毁坏，伊的太太、伊的囝甲查某囝被掠去。撒母耳上卷30章40讲。大卫甲对伊的人就开声吼，吼甲无力通吼。不过大卫吼了后，伊就恳求上帝为伊开路。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若走船，时时有风险。困难的时，咱的悲伤开声吼，总是咱唔通袂记记，也爱求主帮助。咱的主知影咱的需要。伊的确会看顾咱，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当伫汉人的计谋中间，36家上出名，最后一家叫做走，有时阵叫做宣。伊是36家中间的上顶的计谋，总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坦然面对困难。若是你遭陷困难，安尼。你会互你的困难更加困难，所以咱应该求主帮助，互咱度过人生必要的风险甲困难。安尼，你才有法度更加体会出信仰的宝贵。当然，顺境是好，总是咱若是一直迷恋伫顺境，只有求享受报赏，一旦逆境发生，咱就马上跋倒。这种就亲像西洋有一首诗安尼讲：若是你停落来，只会晓算家己的报赏，会使买偌济衫、偌济物件，我劝你唔免出海掠鱼，海无需要亲像你这款的人去做工。这是第一项，咱要对这段经文中间来学习。咱有需要，咱的主一定会来找咱。但第二个信仰的功课叫做信心甲摇疑。但伫咱头拄所读的经文，另外一个主角叫做彼得。彼得的一生特地做咱的鉴戒。伫圣经甲咱讲，彼得听主
总是伊也真冲动。当伊看到主伫海面行的时，伊嘛想要学主一样。不过呢，当伊伫海面行了一半煞，因为欠缺信心沉落去。咱来个看另外一个记录，耶稣被出卖进前，彼得大胸坎挂保证，伊讲伊会尽忠到死，总是一有难题，伊就3摆唔认主。这个通讲是咱做基督徒的样式。咱回想，当咱正做基督徒伫教会出入服侍时阵，咱有偌济摆想要决志来对主，总是呢路只有行到一半，咱又搁欠缺信心，也是伫教会内底风涌海涌起的时，咱煞伫即个海中间搁沉落去。不过彼得的人生也值得咱来学习，因为彼得失败了后，伊知影悔改，伊知影搁较爱倚靠主，伊知影对主讲赦免我、救我。所以彼得伫伊的身上，咱看到一个真宝贵的信仰的功课，就是彼得伊每一遍失败，伊就甲主搁较亲近。所以一个互主讲做是小信的人，啥事摇疑的彼得想袂到，伊后来就通成做信仰坚固的石盘。但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这个经文，小信的人啥事摇疑，咱要重点放伫摇疑这个。摇疑伫希腊文 disteno， 意思有两个，一个叫做惊吓摇疑，第二个叫做疑神疑鬼。亲像彼得原本伫海面上，伊行了好好，总是一个惊吓，总是一个摇疑就沉落去。同款的道理，一个基督徒，咱伫信仰的路上本来行了好好，总是若是一个惊吓，若是一个摇疑，咱的信仰就跋倒沉落去。当有一个故事讲，有一对日本夫妇到伫纽约徛去。带入一间闹鬼的冷战楼啊！因为呢，因生活伫这个疑神疑鬼的中间，只要暗时有一个声音响，带伫楼顶的这对日本人的夫妇呢，因就惊甲困袂去。总是有一天的阴暗，因困了真熟，无拍算楼骹呢，阁有一个声音响起来。这个时阵，太太甲先生讲：“先生。”是毋是请你落去看一下？总是这位先生比因太太搁较惊，所以先生就甲太太讲：“太太，要是请你落去，因为你的英语讲的比我搁较好。”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咱伫生活中间，若是充满着疑神疑鬼，咱一定会过了真艰苦。disteno， 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疑神疑鬼。这个疑神疑鬼是因为惊吓所引起怀疑的心，就好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彼得的信心，伊有一个摇动，身躯就往下沉落去。所以呢，对着这段经文，咱看到惊吓的摇疑会破坏咱真无容易所建立的信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信心就是倚靠。你若倚靠上帝，你就专心跟对主的安排。当你若开始怀疑、摇疑的时阵呢，你要否认上帝伫你的生活、伫你的一生这种的恩赐。所以信心、倚靠、顺服，这是对咱基督徒来讲一个真要紧学习的功课。当然，美国诗人 Emerson 有一句话讲了真水。伊讲做你惊吓的事，惊吓就会消失。这句话真正真有意思。所以，咱正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若是你是一个惊吓的人，当你咧祈祷的时阵，咱恳求主，互咱有勇气去面对着咱的惊吓。若是你是一个摇疑的基督徒，当你咧祈祷的时阵，你要恳求主帮助你，互你有信心来正做一个锻炼者。当然，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彼得伫海面行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好的见证。因为咱的一生，
常常受到风影的打击，所以咱必须要来求主帮助咱，互咱面对困难，来克服惊吓，来赢过风影。所以这段故事的结局真好，因为伊提起耶稣上船了后，风就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要知伫西洋的内底，海影即个叫做魔鬼的招吓。所以当耶稣伫水面咧行的时阵，伫经文的中间就叫咱讲，咱的主耶稣就亲像上帝伫创造宇宙万物的时阵，当这个世界还未创造的时阵，混沌黑暗，上帝神行伫水面。所以当马太作者咧写这段时阵，伊将上帝伫迄个黑暗深渊的顶面运行，甲这个情景放伫耶稣行伫水面。所以当你看到耶稣行伫水面，好亲像上帝神伫这个深渊的顶面咧行。所以若照原文来看，对主的人，你有这种的权柄，袂互风影，袂互这个魔鬼的招吓所困扰、所迷惑。所以这段经文的作者，伊甲咱讲，当耶稣上船，风就停，海影就平定。经文讲呢，这个风叫做对头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信仰的中间，除了来到教会做礼拜，除了你伫厝内底做见证，总是有一项事，无论伫教会，无论伫咱的厝内，还是伫咱的社区，咱拢咧经历主教咱三甲之地这种的体会。伫开始牧师有讲。咱的信仰毋是坐咧做礼拜，咱的信仰毋是只有听，咱的信仰是要有行动。什么会叫做行动？真简单，对椅仔爬起来就好。但是要对椅仔爬起来，你敢知咱的尻川有偌重？咱的信仰就是要体会。虽然真简单的动作，对椅仔顶爬起来，总是你也知影呢，骹头虎无够力的人要叫伊爬起来真困难。总是咱要问，为什么你的骹头虎无够力？为什么？宗教是破迷信，宗教是要帮助你，怎样伫你人生的风影的中间，看到迄个好亲像妖魔鬼怪物件陪伴你。所以今仔日。咱看到当耶稣上船了后，有人有一首诗歌，讲吼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有听过无？咱好亲像坐伫救恩的船的顶面，有人讲咱亲像一只船，若是主耶稣上我的船了后，风影就定。我无阁忧愁，我无阁惊吓。为什么？因为咱的主甲咱三甲之地。若是主甲咱三甲之地，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大风大影也会平静。这个毋是咧讲妄讲，这个就是互信靠伊的人，互伊的信心哪坚定，信仰哪确信。亲爱兄弟姊妹。英语有一句叫做机会 （opportunity）， 这个机会原来意思真好。这个话是两个合作伙 ，OB 甲 PORT， 两个合作伙 ，OB 叫做物件 ，PORT 叫做港口。所以原来机会意思叫做甲咱心爱的物件好好放伫港口内底，免受到风影的打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咱甲主一个真大的机会，咱的主力学，或者学生，因把握着这个机会，克服天时有把握这个机会，总是无需要问咱。咱诚做教会的这长辈，恁有把握着恁的机会无？有无？我，恁有把握着机会无？我嗨，牧师讲甲遐尼大声。咱的王牧师伫遮无话遐尼久，你毋知影每一遍主日礼拜，拢是你甲上帝
甲耶稣甲你本身信仰一个真要紧的关系吗？你无确信吗？若是你的礼拜只不过是安怎，我无来心内内拗，因为阮爸阮母啊，个张了即事无来个歹势。亲爱的姊妹，信仰不是例行的公事，信仰是互你当头对面看咱的主。为什么咱的教会实力价无耶稣？当然你会讲个咱是基督教，甲天主教无共款，无毋对。总是上大的差别。咱的主有替咱的罪死，总是伊死了后去对，去对啦。来，继续，去对，去上帝遐，无毋对。是毋是耶稣去了，就甲咱放杀？敢是安尼？无即个时阵，啥物人甲咱做伙？牛啊，咱家拍婆啊，有三个讲着。所以咱咧讲，要怎样经验着上帝甲咱三角地地？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嘛，创造每一个礼拜的心。他对咱咧讲着，要安怎敬拜上帝？你有诚实是意无？你有没有？有无啦？那较虚啦。你若是诚心实意的时阵呢，对咱开始的敬拜而落到这个时阵讲道时阵呢，你满心受到感动。你巴不得赶快去传福音，跟人家讲呢，永福教会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属灵的家庭，因为里面的上帝还活着，耶稣的救赎还存在，圣灵的感动继续在这边运行，这个叫做机会。所以咱的耶稣虽然伊为了咱的罪死了后，总是你要知影人性亲像跋筊，人性赌性坚强。所以为着要打破咱的这种的人性，咱每礼拜来到教会，就是要经验迄个行伫水面的耶稣有法度来平息你内心那一个恶。所以呢，咱每一遍拢有这个机会，把咱的灵魂体，迄个要紧，迄个灵的部分，是毋是有放伫咱的礼拜信仰中间？借着圣经、圣诗、讲道、圣歌队的歌声报告，一连串这种的训练，甲你雕塑，互你的心哪成耶稣的心，互这个教会好亲像耶稣在世的时阵，因为耶稣将这个救恩交代伫教会的时阵，教会好亲像耶稣的身躯，咱就是耶稣的百体。所以，当每一遍咱有这种的机会时阵，你爱把握，因为机会是互准备的人。所以，毋茫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好亲像彼得一样，咱会晓伫人生的大风大浪的中间对主讲：主啊，救我！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借着耶稣道成做肉体，活伫阮的中间，互阮有需要的时，伊会主动来找阮，帮助阮，互阮度过人生的风影，互阮摇曳的心得到坚固。望你的神继续引带阮头前信仰生活的道路，互阮每一遍伫风影的时有主通靠，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人生风景难免有，求主帮助咱伫摇曳的中间，会当掠着主的信心，伫咱人生的内底，甲咱相同行。咱只是来吟圣诗161首，圣诗161首，耶稣宝贵的名，耶稣宝贵的名，做我心神性命。我主耶稣，听你心极欢喜，世间无名通比。但你袂中我意，我主耶稣，请咱起立吟全首。
咱即碟做伙来回应奉献。即是咱来介绍甲报告，毋知有今日头一厝来咱教会新的朋友也无？咱圣工甲聚会，咱请个人有分担着，咱会当详细来看。咱报告的项目消息通知10月份咱小会公布，伫咧周报内底有刊。咱本会消息，咱伫今仔日是宗教育事工奉献主日，交换讲台，咱真多谢林牧师来到咱台语堂，即中间甲咱分享，咱来多谢林牧师。咱华语堂的部分，今仔日是由陈清华牧师来到咱中间来分享。第二项，咱本主日下晡1点，咱要伫6楼大教室要来召开圣诞节的筹备会，请中级甲大团契的会长会当准时来参加。第三项，10月21到23，小团队以及邻里美干事要前往参加马街纪念讲座，地点是伫台湾新航研究学院。第四，咱华语堂定伫下主日要举行野外礼拜，讲道的信息由小团队，地点是要去国关。咱有报名要参加的，请伫后礼拜早起7点50分，伫教会集合，8点就要出发。第五项，下主日是咱教会所定的社区服务奉献主日，
咱请为着精灵协会、关怀协会的事工，咱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伫下主日的奉献是做即个社区服务的奉献主日，所以请逐个人会当预备心。第六，咱本主日去咱针对咱今年度升学的青少年，咱有圣经以及咱有一寡书籍，伫进前有登记要来赠送。咱对今仔日开始来发送，请若有诶会当对办公室来领。第七项，咱本主日嘛开始分发咱诶第107学年度诶第2学期诶奖学金。咱伫即名单内的，咱会得通主动来到老长老来领取。咱回来咱的报告，咱报告到遮。团契的消息的方面，咱请妇女团契的消息是伫11月初9到彰化中会妇女部的灵修会，地点是伫204乐保育院。咱请伫咧10月27进前会当来报名，报名的对象是对咱的歌美班执事来报名。圣歌队已经伫咧10月初5年会改选，咱每年度的队长是文慧姐，副队长是秀慧姐。咱主力咱的少年团契有关也伫10月初6有改选的部分。咱每年度少年团契是玉林，会长是玉林，副会长是岳恩。咱也有其他的同工，有玉明、陈鑫、甲佩恒，诚做因共同的同工。第四，咱青年团契的消息，青年团契嘛，伫年会改选了后，咱每年度的会长是于平，副会长是李恩。咱将逐团契所改选的明年度的在干部同工，咱会当交代伫主的手中，关注甲因三角伫地，三角推动团契的事工。第五，咱主日学的消息，咱伫下主日，主日学要去野外礼拜，地点是要去304生态园区。咱圣经学院的消息嘛，有关伫咧下底，咱会当详细来看。伫咱教界的消息的顶面，总会大专事工委员会定伫明年度2月初3到初8，有一个第57届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爱冤家的一个灵修。咱教会有面对着咱会内只要青人愿意会当用早鸟票的方式，早鸟价来报名，咱教会就只要交心得以外，咱就会当伫咧即个费用是由全教会来补助，所以咱期待咱会当鼓励咱厝内底的青人愿意来参与着安尼的营会。再来，咱伫教界的消息，咱有要补充的一项是，伫咧即礼拜5，10月25暗时8点，咱的活动是属伫宗教改革联合礼拜，地点是伫咱大卫教会，这是伫咱周报内底无用到的、无看到的吼。伫即礼拜5暗时8点，宗教改革联合礼拜。伫咱大卫教会，请咱会当踊跃来参加。咱以下也有咱精灵关怀协会的消息，咱会得通来看。以及咱代祷的事项，咱会当互相伫咧咱家庭去做咱家庭这段的时，咱互相为着做事来代祷。咱报告的项目。咱报告到遮，即时咱要来念圣诗401首，圣诗401首，愿全能主上帝，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
赐平安，完全平安，坚心勇敢度万难，额头仰望主的面，享受恩典永无尽，愿全能主上帝保全赐福永无退。咱起立来吟。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